今日係人日啊，代表人人都生日，當然要食壽麵啦。所以今日煮一個蝦汁伊麵。我買咗啲新鮮蝦，再買多2個伊麵。我覺得伊麵都要喺傳統嘅麵鋪買先至好味。我之前試過喺超市買已經包裝好嘅，感覺完全唔同。先將啲蝦搣咗蝦頭同埋蝦殼，順勢扯出埋條蝦腸。我想啲蝦靚啲，所以保留返條蝦尾，喺蝦背上邊介一刀，咁一陣間會比較容易入味。保留返啲蝦頭同埋蝦殼嚟到做一個蝦汁。燒熱個鑊，加入蝦頭同埋蝦殼，等佢煎香兩面之後，撞入一啲滾水。今次啲蝦汁要濃少少，所以啲水唔需要太多，剛剛好浸到啲蝦殼就可以㗎喇。我想佢顏色靚少少，所以加入咗一啲茄膏，用大火煮到啲蝦殼出晒味。煮好之後就將啲蝦汁避咗出嚟。另外我會準備一啲韭黃，再將伊麵飛一飛水。咁樣可以去除咗伊麵上邊嘅一啲油分，同埋等伊麵軟身少少，所以唔需要煮好耐，稍為散開就可以啦。將伊麵夾咗出嚟，揚開佢，等佢擎乾水，吹返凍，正式開始煮啦。將啲蝦兩邊煎香佢。我今日蒸咗雞，有啲雞汁，所以加少少入去，等啲蝦吸收下啲味道。啲蝦煎熟咗就可以出鍋備用。用返煎蝦嘅呢個鑊，將啲韭黃稍微過一過火，10零秒就可以㗎喇。繼續用返呢個鑊，將啲蝦汁加入去煮返熱。我想惹味啲，所以加入咗少少大地魚乾粉。煮滾之後就可以加入已經攤凍咗嘅伊麵，等啲伊麵吸收咗啲蝦汁。我將剛剛蒸雞嘅雞汁加埋入去，等佢好味啲。用少少老抽增添顏色之後，將啲蝦同埋韭黃回鑊。翻炒均勻之後就試下味，唔夠味嘅話加返少少蠔油，翻炒均勻就完成㗎喇。你睇下，食香味俱全，步驟好似多啲，但係唔難做㗎，你哋都試下啦。